位於灣仔春園街38號嘅全新精品住宅項目 Spring Garden， 亦係旗下精品式住宅系列 W Bespoke Collection 嘅最新項目。項目提供88個單位，分佈喺22個住宅樓層，以價現樓。一齊睇下屋苑單位。18樓 B 單位為2房開放式廚房，實用面積398平方尺。Spring Garden 層與層之間高度有3.5米，單位以新式3合1露台設計，露台空間更實用。大門用上金屬門柄，充滿英倫特色。客廳使用西班牙高級瓷磚品牌嘅木紋地磚，浴室亦配上千鳥格馬賽克瓷磚，增添英倫都會時尚感。Spring Garden 嘅標準單位樓層佈局，一梯4伙，其中3個戶型都係有名廁，2間睡房同樣配置 L 型觀景窗，引入自然光，同時飽覽灣仔北開揚城市景。同為18樓嘅 C 單位，1房開放式廚房，實用面積278平方尺，長方形客飯廳以玻璃趟門，連接新式3合1露台，提升空間感，同時增加採光。會所設 The Grill 戶外宴會空間，提供專屬燒烤區及大型戶外餐台，帶俾大家寫意美好嘅時光。戶外休閒工作空間 Springs Lounge 有英式火爐及花卉牆做裝飾，營造舒適愜意嘅工作氛圍。會德豐旗下 Body and Soul 健身空間大部分都24小時開放。Techno-Gym Skill Night 系列係聯同奧運選手共同研發嘅專業健身設施，提供專業運動訓練模式，仲有半戶外瑜伽空間俾你放鬆身心。灣仔區內坐擁完善中產生活圈嘅優勢，有出色嘅校網、交通網絡，更係環球精英匯聚之地。區內租務需求持續熾熱，傲居港島雙鑽4環，位於港島黃金地段，盡攬中環、金鐘、灣仔、銅鑼灣4個 CBD 地理優勢，更毗鄰合和中心群及太古廣場商業群。其中距離項目約1分鐘步距，新落成嘅合和中心2期，集商務、零售、酒店於一身，係港島嶄新地標。而灣仔北重建計劃規劃落成展覽設施、甲級商廈及酒店等，令灣仔國際 CBD 嘅地位全面升級。Spring Garden 步行大概1分鐘就可到連接灣仔港鐵站 D 出口利東街購物商場，交通配套極為出色。除咗港島線同東鐵線，附近更加有跨境巴士直駁深圳灣口岸。作為多元文化之地，灣仔匯聚住宅、商廈、國際餐飲同埋特色小店，洋溢悠尚都會魅力。灣仔區傳統名校林立，中學校網包攬傳統 Band 1學校，加上灣仔中學校網統一派位嘅英文中學學額比例全港最高，小學屬第12校網，深受全港家長熱捧。有興趣嘅你，歡迎隨時聯絡我哋嘅同事啦。